小贾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更像是我的妹妹，我也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漂亮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认识我父王吗？姐姐虽然不认识你父亲，但是姐姐听说过好多关于你父亲的事迹。姐姐知道你父亲是新明最贤德的太子，也是新明最仁慈的人。一想到他如此年轻就，姐姐让你见笑了。我也好想父亲。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玩的？姐姐陪你。我喜欢踢毽子。好，姐姐陪你踢毽子。走。佳人公主真是良善，对我们孤儿寡母这么耐心。若非知道她是刚从瓦兹来的公主，我都要以为她是先太子殿下的故友了。是啊，娘娘。殿下，佳人公主怎么会来太子的宫殿？参见十一殿下。佳人公主客气了。不知佳人公主来这永延宫做什么？我来这儿不过就是四处转转而已。这宫里忌讳多，我劝公主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毕竟这永延宫是先太子的宫殿。我只不过是……你以后成了11皇妃，更要注意谨言慎行，不要被人误会成了奸细，给我丢人现眼。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个样子了？明明原来那么开朗，为什么现在这么不近人情啊？公主，你好像十分了解新明的每一位皇子啊。我堂堂一个公主，消息灵通，眼线遍布，知道就好。这儿怎么给封了呀？四皇子消失后，皇上大怒，便封了韩章宫。我还和徐朗约好了在这里见面，这下好了，我怎么才能进去？公主是想进去吗？当然没有了，一个通敌皇子被查封的宫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四殿下到底有没有与瓦兹联系？您不清楚吗？他当然是被冤枉的了。我走了。看来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问二皇子妃安。佳人公主客气了，这不是麻辣烫吗？二皇子妃也喜欢吃麻辣烫啊？是啊，二皇子和我都特别喜欢吃。之前啊，还是跟一个小厨娘特意学着做的。是
哪个小厨娘？你看我这记性，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公主，你怎么会做的呀？这个是偶然传入我们瓦兹的美食。啊，好巧。好巧。你们都在聊什么？那么投缘。问二皇子安，殿下怎么来了？娘娘久久未归，殿下放心不下，便急忙赶过来。多嘴。因为偶然间啊，发现佳人公主也会做麻辣烫，所以我们特别投机。聊着聊着就忘记时间了，是不是饿了？我这儿多做了一份，不介意的话，我把那份拿来一起吃。你我如此投缘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殿下，我先替你尝一口。好烫啊！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有没有事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我太心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把它带回宫吃。小顺子在，把这个装起来吧。是。那佳人公主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没想到，一向冷峻寡言的二皇子，也会有如此温柔的一面，真好。原来啊，没有了我，这儿的每一个人物，最后还是回归了他们既定的路线。这个游戏还真是有自我恢复的功能哦。我要看一下赵晨一。秦少。我为什么看不了赵晨毅的直播间啊？亲，按照这个剧情的设定嘛，四皇子现在是失踪的状态，玩家呢没有查阅的权限。那徐朗还说让我跟他在韩章宫见面，我们怎么见啊？不要着急，咱们现在是开了挂的用户，我来给你解决。把手拿出来，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打开。你看，这就是通往韩章宫的暗道啊！入口呢就在会同驿馆的柴房。这里好像有个洞口。公主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刚刚。喜欢他，这感觉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我的戒指，我戒指刚刚好像落在这儿了。你的戒指怎么会在柴房？我不是没见过柴房吗？瓦兹哪有像这样的屋子呀？我就好奇，过来看看。你该休息了。我说的也是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你也早点睡啊。殿下，叫你查的如何了？这瓦兹王在佳人公主离开之前，确实单独召见过她，据说还给了她一个锦囊。那个锦囊我确实见过。殿下，这锦囊里面会是什么？会不会是真正与瓦兹勾结之人的名单？不无可能。若真是这样，名单里有他人，那殿下您就可以洗刷冤屈，证明清白了。一切等看到锦囊再说。还有，让你查的那本瓦兹医书如何？甘露略药确实是瓦兹的秘书，被他们奉为神作。可是这神作怎么就随随便便的给了新明的太医？这佳人公主确实可疑啊！我们抓紧时间，想办法得到那个锦囊。驿站上下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核心使团的人，都要搜查一遍。是。佳人公主好，
奴婢今天来是特意为您量衣的，为您制作大婚礼服。对啊，我怎么能嫁给11啊？这位是容嬷嬷，是太子官邸的管事嬷嬷。从今天起开始教公主皇子妃的礼仪，每日5个时辰，一直到大婚。每日5个时辰，我大婚前都要学这些？是，这也是11皇子的要求。他就是想把我关起来吧？你是想把公主关起来吗？公主，既然已经来到了新明皇宫，外男就不适合待在这儿。这位侍卫应尽快离开宫中最好。这是11皇子的意思，还是嬷嬷你的意思啊？这是宫中的规矩。我是瓦兹的公主，现在还没嫁到新明呢，你就用这么多新明的规矩来约束我。而且吉欢是我的人，他是去是留由我做决定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公主，奴婢告退，明日再来教导公主规矩。公主，我还是出宫住吧。我说了不行，我同意了你才能出去。是。不过我现在要同意你出去一下，帮我去买点酸糕回来。酸糕？朱雀街有一家桃药阁，它里面卖的酸糕特别好吃。不过听说排队的人很多，你去帮我买1笼回来。桃药阁？你怎么这么清楚？我听说的嘛。好。趁吉欢去买酸糕，我得赶紧到韩章宫与徐朗见面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季节还能培育出如此娇嫩的栀子花。它都枯萎了。这个是伍子欣送给赵晨义的射辰礼物吗？陆冉冉，徐大人，徐大人怎么穿成这样？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所以说你现在不是新明的首辅啦？新明首辅徐有正原本就是个老头，我还不乐意呢。我这样的身份，更适合到小云身边去。那就是说 ，NPC 徐有正现在还在对付赵晨义？这俩角色原本就是死对头。NPC 徐有正只不过是按照剧情的需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已。现在赵晨义杳无音讯，多亏了你的剧情需要。好了，干正事儿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金钥匙？不，这3个关键词是指引你寻找金钥匙的线索。你触发相关的剧情，就会点亮相应的关键词。等3个关键词都亮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拿到金钥匙，带他们离开游戏。那我怎么触发相关剧情啊？抱歉，之后的剧情我也不清楚。你也不清楚？你真的是游戏的设计者？这游戏是王晨义设计的，我能知道这件事已经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了。至于之后的剧情线，应该是随机的。总之，我们飞个联系。所以说，赵晨义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他没有按照游戏规定的轨迹行动。
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不过这也不一定是坏事，起码说明王晨毅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找小云了，我把游戏所有的外挂都给你了，洛冉冉，加油！王晨毅，就靠你了。好，你去找小云吧。有人去了寒章宫。这寒章宫都封了多少年了，怎么可能还有人声呢？可我刚刚真的听到了，还是一男一女呢。哎呦，越说越瘆人，别说了，快走吧，怪吓人的。哦，齐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此话当是我问公主吗？哦，我刚刚戒指不见了，然后就看到了个密道，没想到就通到了这儿。你可知这是何处？这这是四殿下的寝宫，皇帝大怒，封了3年，这里也变成宫中禁忌之地。哎，这儿的东西就别动了，哪儿都散发出一股衰败气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对了，我让你买的酸糕，你买了吗？你肯定是没买吧？我现在去买。那一起去吧。找过这儿。就坐。行，还是老骆驼，老样子。公主无需惊讶，当年四殿下被定罪时，这桃夭阁便被指认说是谋逆之所，在查抄过程中引起大火，随即便被封了。桃夭阁居然被查封了。所以啊，你想吃的酸糕没有了，吃点别的吧。看花灯猜灯谜了，我们去猜灯谜吧。南望孤星没月生，打一字。奇幻，是什么字？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南望指的是望字下面的王，孤星是一点，眉月代表的是月出的月亮，也就是一撇，一撇在王的左边，一点在王字上面，所以谜底便是庄字。公子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只要答出3个题，我们就送一支花灯。那这个呢？南面而坐，北面而朝，向忧一忧，向喜一喜，打一用物。这个我不知道。这个我知道，是镜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之前看到一本书，书上说的。什么书？哎呀，《石头记》这本书特别冷门，你肯定没看过。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凄惨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名字叫做《石头记》。不，我听说过，曾经有一个姑娘也看过此书。这本书可是我家乡的书，你肯定听错了。瓦兹没有这。
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公主。那这鸟……殿下，我在佳人公主的书章盒里找到这个，您看，这是瓦兹到新明的关卡地图，这是皇宫的地图。看来这次和亲使团的目的不纯啊，他们定是想趁着大婚之际做点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回去禀告皇上？不可，单凭这份地图，不足以证明瓦兹图谋不轨，父皇不会信，更加不会信我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看看他们倒是要如何。那佳人公主那边呢？把这个锦囊放回原处。还有，若是家人遇到什么危险，竭尽全力保护她。是。公主，我刚刚打听到一个重要消息，11皇子受了皇命，要离开京城。他去哪儿？武陵。武陵4皇子勾结瓦兹，惹怒了新明皇帝，在押送去封地的过程中，途经过武陵，失踪了。赵晨义失踪的地方。11皇子到。11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就是告诉你，过2天我要出一趟门，在我走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你最好好好学一学你的女工和礼仪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希望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公主。11殿下是去武陵吧？公主的消息还够灵通的。那你能不能带上我？不能，你在这宫里面好好修身养性，切莫做一些让我蒙羞的事情。你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我出去闲逛了。跟那个侍卫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未来的11皇妃，清誉不能有半点损害。那些妄图诱拐我11皇妃的人，留不得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等一下，这是我自己要出去的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惩罚你啊？要我罚也轮不到你罚。从现在开始，会同驿馆全体上下禁足，直到我回来为止。你不能这么做。我能这么做。11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一共12文钱，袁姑娘。嗯。哎，来，这些就够了。谢谢大娘。哎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菜呀？是不是你们家那个受伤的男子还没走啊？他没走呢。你还是小心一点好。那个男子啊，身份来路不明。放心吧，大娘，他是我的朋友。那你眼睛不好，走路小心一点啊。好嘞。大娘，您怎么咳嗽啊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这喉咙也不舒服，总是莫名其妙的就咳嗽。我这身上还痒，我们家邻居李三呢也是这样，也许啊是受寒了。如果是受了风寒，要多喝一些热水，还可以泡一些生姜发发汗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云姑娘。哎，来，拿着，小心脚底下。哎。对不起，我不是。你回来了。小云，你怎么又去买菜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可以了。徐大哥，你腿伤还没有好，你要多休息，不能劳累，还是好好养养吧。哎，那我也不能白吃白喝，让你一个姑娘家的照顾啊。没事。哦，对了，
做饭不用怎么走动，我来吧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尝尝你的手艺了。徐大哥，我听你这刀工，感觉挺厉害啊。见笑了，小月，谢谢你啊！我失足摔下悬崖，摔坏了腿，多谢了你的恰巧路过，救了我。你都谢我多少次了？我觉得人和人的相遇就是缘分吧。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巧，我就能救下你。跟你相处，我也觉得十分投缘。你说的对，就是缘分。小云姑娘，吃过黄瓜吧？对了，徐大哥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就陪你去镇上。你不是说你来探亲的吗？到时候我们一起，一定能找到你要找的人。我已经找到了。啊？没有什么。那个，这儿烟大。小云姑娘，你要不先晒晒太阳去吧，我做好了再叫你。哦，好。这位客官，您是真有眼光，这是新明的款式，是最时兴的。小云，啊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呀？戒指，很适合你，很漂亮。你选的戒指一定很漂亮，但是我平时要干活，这个不方便的。有我，你以后就不用干活了。掌柜的。多少钱？1两银子。早知道就不把所有外挂给路人染了。现在想给小云买礼物都没钱。徐大哥，太贵了，我不要。要不您看看这些，这也都是上等货。不用，我就要这只。给您。哎，掌柜的，您这是生病了？可能是风寒吧，店里的伙计都受寒了，有几个还发烧了。情况不妙啊，陆冉冉，你也该来武林了。11殿下，公主不能打扰殿下。佳人公主，我记得你还在禁足吧？怎么，你们瓦兹的女子都这么不懂规矩吗？公主请放心，只是些皮外伤而已，一会儿上过药以后，过几天就能康复。太医会留下疤痕吗？不会。那就好，不然定饶不了他。你说你，我就离开一会儿都护不住公主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还有你，作为公主的侍卫，关键时刻都保护不了公主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，我真没事儿。看，公主，我瞧见您的手上有些棕色的异物，莫非这是体锈？是的。那以防万一，我再给你拟一个方子，用无火烧开，文火煎服，1日2剂，
以防风毒邪物入侵，引起发经之症。这是为了避免破伤风吧？李大人，你还是和原来一样细致体贴。他认识李太医。水明，你随太医去取药。是。水心，你去取点干草梅子，等会儿吃药的时候不苦。公主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去吧。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以干草梅子救药？疼就忍耐一下吧。你说你也是，为什么要跟赵晨轩吵架？你以为我想跟他吵啊？还不是因为他不让出宫。你要是想去哪儿，我陪你。好了，药也抹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太晚了。呀，公主，今日抱歉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以后我寸步不离。我先告退了。不过11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是我走了之后，他后来发生什么了吗？亲，需要帮你调取11皇子的人物传记吗？徐总给我开了外挂，那我能不用啊？说吧。赵晨轩，男，20岁，新明皇帝与张贵妃之子，排行11。你等一下，你觉得你说的这些我能不知道吗？那我再想想啊。哎呀，说起来，这个11皇子传记最奇怪的一点，新明荣德13年，昭纯宫起火事件。那不是我离开的那一年吗？你和2皇子成婚的当晚，昭纯宫为什么会起火？11皇子自己放的火。他为什么要放火？亲，这是人物传记，只是记录客观事实。至于他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我再问你一下，赵晨毅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找不到他？亲，系统无法锁定新明官方认为的失踪人物啊，玩家只能自行寻找。自己怎么找啊？我出不去啊。哎，禽兽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让我怎么去找徐朗跟小云呢？对了，有你的快递哟。快递小哥，我在武陵找到了小云，速来武陵。武陵。我让你们2个帮我送给11皇子的机关鸟，他收到了吗？送到了。然后呢？他是不是还挺开心的？哎，公主，要不我们去院子里踢毽子玩吧？一会儿再去。你告诉我他说什么了吗？奴婢不敢。那你说，11皇子他说我们无事献殷勤，非什么道的，他还把机关鸟一脚踩碎了。开什么玩笑！我好不容易给他买个礼物，他怎么这个态度啊？赵晨轩，我找他去！你让开！